在这边中西区的时候，平常是还好，可是就是直到假日的话，就是因为外来的观光客很多，所以就是机车都很难停，都很怕违规停到不应该停的地方。我们知道到了假日很多的年轻朋友骑机车到这附近来做这个观光。那机车因为体积小很容易就会随便的违规乱停车所以会影响市容跟影响观光。那我们这个停车场目前是3层楼的设计那总共停车位是103席。那我们未来的这个收费政策呢，会如果是计次的话，会一次大概是20块。那如果是计时的话呢，1小时10块钱，那上限是30元。那我们后续会看看这个计次跟计时哪一个比较合适来做适当的研议之后，来公布相关的这个收费的办法。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民多半以机车代步，加上外来游客也会利用机车游览观光。像是友爱街周边就是观光人潮众多、人车密集的区域。为了改善周边区域的机车停车问题，台南市政府将原有公有老旧闲置建筑物拆除改建为立体机车停车场。这也是台南市的第一座机车立体停车场，将提供给民众更友善、优质、便利的停车空间。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今天很高兴看到我们友爱街新的这个机车停车场，我们觉得很新奇能够骑车来这边我觉得而且这个空间的规划都已经用到极致了。当初我们对交通局的这个要求跟拜托，就是说在有限的空间能做最大程度的利用，所以他们在1楼设置无障碍车位然后2、3楼设置一般车位，然后总共有103个机车位因为这个地方附近是一个观光景点那所以说应该这个停车的机车的需求，停车应该是蛮多的，停车需求，尤其是不管是本地或者外地的朋友们，我们欢迎利用，但是也希望说能够解决道路交通拥挤以及景观的问题，以及这个民众找不到停车位，还有周边的商机问题，我们都要一并考量。那谢谢交通局以及所有的同仁的努力，我们将来还会再找合适的地点，再设置更多的路外停车空间。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1月3号礼拜三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政府宣示，2030年台湾要成为双语国家。这项政策一公布，各界拢普遍赞同。不过，因为蔡总统提出用英检来取代升学的英语考试，但是报名费爱由上来出等等的配套，却是受到质疑。议员沈振东在议会市政总之时，就关心台南市面对双语城市，到底敢准备好啊未？为了实现2030年双语国家政策目标，台南市已经率先全国设立双语教育资源中心，并进行甲牌，希望真正落实双语教学生活化，来提升学生竞争力。不过嘛，因为该政策，小英总统提出用英检来代替升学英语考试，备受各界质疑。所以议员沈振东在总日顺表示，咱台南够认同如何超前部署，要求市府表态。蔡英文总统说，我们的台南市或者是我们全台湾，希望用英检来取代我们的学科的学测考试，或者是我们指定考科的一个部分。那不知道局长的想法是如何？基本上我个人来讲，我是认同的。我想，您也是英文老师哈，我们讲英语能力是包括听说读写。是。可是现在我们的考试方式大概就偏重读跟写，所以台湾的老师就是考试领导教学，所以人只要考读写，他就教读写。相对来讲，听说基本上就会减弱。所以现在如果采用检定的方式，它包含的是听说读写，老师就会好好的教听说读写。所以这个部分呢，基本上可以有效的引导台湾的孩子学了那么多英文，可是都开不了口，听不懂英文。
这个问题应该就可以根本性的解决。蔡英文总统所说的这样的一个议题，或者是说，我们是不是也要顾及到说，如果这样的一个政策推行之下，就如同刚才局长所说的，我们的语言教育中心这个必须要设立。那再来呢，第二个就是我们也想到了说，其底下的留言就说，不然这个费用是谁要出？是市政府要出，还是说那个我们的行政院要出？所以市长在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推动之下，有没有什么因应的超前部署的措施作为？您刚刚提到了好几个问题，都是需要全面规划了。但是我必须告诉你，就是我们去做这个英检或者是托福、多益这些，其实都要报名费。而且这个当然，多益跟托福是国际认证的，国际都采认的。那我们的英检是我们国内采认的。到底两个东西怎么样接轨？而且以托福跟多益一次报名的1000多块，报名费要怎么样做？我觉得其实是应该去规划。如果能够有一次，譬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打疫苗，我们打高端是国内采认的，打这个 AZ 啦，这个莫德纳，这是国际都采认的。虽然采认的国家不一而足，但是国际都采认。所以我们要做怎么样的这个规划，才能够让这个我们有不同需求的人能够各自达到他的目标，而且费用是一个问题。有些人他就不想出费用啊，我想参加学校的英检或怎样就好了，费用比较便宜。但他又想说，我得到英检认定之后，我可以各国都可以畅行无阻，所以这个部分是需要去规划。另外，面对北区新的区政大楼将设立托婴中心，议员建议改做职场互助教保中心，都来当疏解热门辖区公立幼稚园中签率偏低状况，卖当完善北区公共托育空间的需求。同时嘛，希望升到停车场释出空间来规划婴幼儿服务。台南新闻阮及刘品言采访报道。议员王家珍伫个总集船除了替基层环境上过辛劳，甲人力负担上过大，要求成立沙仑派出所以外，嘛肯定安南病院成立全台第一座忧郁症中心，要求王市长爱关心市民忧郁的状况，并且提供免费的身心咨询。议员王家珍总集船因一分叫当年所有环境医术过劳，目前也伫加护病房急救，甚至外关市的环境传出精神出状况，抢外送人员的餐点为例。议员希望市府关心相关基层环境的状况甲人力负担，嘛进一步关心发生女大学生命案的大潭派出所区域，将正式沙仑派出所议案。要求人力甲预算到位，顾虑到基层员警他们的辛苦，在派出所必要的增设的时候，我们就让他多增设一所派出所。各位知道，对我们民众乡亲来讲，大官我们见不到，我们最常见到的都是最基层的派出所的所长啊、副所长啊，这些跟我们有往来的警察大人。而且我要再三的叮咛局长，请我们基层员警，因为你们在第一线，因为你们最能够让大家感受得到政府施政到底是不是关心了百姓。那这里本来在武东段就有一块消防局的用地，那现在同意我们警察局跟消防局来共构。那消防局盖消防分队，我们是盖派出所。300坪的用地，对吧？这个用地是329地号。坪数呢有多大？3305地坪。议员王家珍总集船以 Karen 作为主题，除了关心照顾基层环境，嘛将焦点锁定市民的忧郁症，甲因为疫情或是疾病等压力造成的精神负担。会中议员肯定安南病院设立全台湾第一座忧郁症关怀中心，所以要求市长多多关心。积极一点，更具体一点，来关心世纪疾病。来关心我们人在一生当中可能都会得过一次忧郁症，或者躁，或者郁，然后产生心情上的 down， 造成我们脑部很多讯息的紊乱，伤害自己，
甚至产生对他人的伤害。去理解一下，像市长，您是一个大概自己不可能忧郁，你可能是让别人忧郁的人，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市长关心一下忧郁症议题好吗？提名你忧郁吗？明年选举你忧郁吗？你那个忧郁不是你在忧郁吧？预算、争取建设、跟民众沟通，像刚刚民众他来抗议，每一件事情你都有值得我们来这个要帮民众解决。那暂时解决不了就会忧郁啊，担心啊，所以也是蛮多。他担心叫做忧郁吗？他有没有看过什么叫做忧郁症的病人？市长有去忧郁症中心去参观，有去参观过是吧？对，所以那个安南医院的忧郁症中心其实也蛮努力在扩展更多的业务，那包含了苏副院长，他本身就是忧郁症的专家，苏冠斌苏副院长，没错，所以谢谢他们。不单纯只有药物，还有心理治疗。那我们在台南我们有51个可以心理咨商的一个据点。没问题。没错。现代人面对忧郁症的威胁，希望王家珍嘛替市民有需要看专业的身心咨询来请病，要求卫生局一定要落实市民一档2摆免费咨询，临时让市民更爱加开钱看身心科。台南新闻管及刘品言采访报道。伫今年的国庆大典，去因众人眼光的海巡署600栋黄金顺风舰安平舰，在1月3号开始正式伫正统鹿里门圣母庙展出。议长郭信良、圣母庙主委王真龙以及义全公司董事长郑希洲，做伙邀请乡亲前往参观各座各舰的风采。请揭牌。由中信造船公司制作的安平舰，是海巡署第一只600吨级的顺风舰。为了参与国庆大典，中信造船公司以更具制作 Q 版的安平舰，由台南市议会向承办单位明示联系，顺利收藏这只风景的军舰，并伫咧鹿里门马动议了后，放伫咧圣母庙后边，后来圣母庙参拜信众嘛会当前来参观。国庆阅兵吸引很多人目光的一艘巡防舰，也就是安平舰啊，这个仿真级的，由海巡署所烧下水的600吨级的舰。那今天特别经过民事公司的协助入我们圣母庙的同意后，放置在这边，供所有全国的民众来这边一访我们真实版的巡防舰安平舰。在此落脚，恁大家会当来东南亚上界大顶的妈祖庙，嘛上早的妈祖庙遮参拜安尼阮圣母庙的景点嘛是非常的多啊明仔载各有明华的表演安尼孙翠香安尼，欢迎大家来鹿里门马遮参拜鹿里门马庇佑咱事业成功，身体健康。鹿里门圣母庙主委王经营说明。这只军舰停放地点是用悬桥方式，由马祖亲自选择，出乎化境，并让军舰调向东方，是一种和平的象征。另外，民众虽然无都徛起安平舰，但周边有布浪造景、灯光设计，还有接电，和船顶的雷达、喷水等武器系统拢会叮当，真有看头。欢迎全国信众踊跃参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宜园创园将服务处的地下室改造为王园人文音乐艺术空间，无定期邀请艺术家、音乐团体去做分享。这届邀请到文学摇滚乐团、玫瑰木乐团来表演，让艺邦邦的境地也当充满艺文气息。顺着乐团歌声向内底行，马上就会当看到。以文下摇滚风格著名的玫瑰木乐团伫遮咧做表演。火山开来，一起升天。其实，这不是什么俱乐部，也者是团练室，这其实就是市原创园将服务处地下室改造成为王园人文音乐艺术空间。将艺变的政治服务，买当变甲真艺术。要让这个城市变得真的有生命，然后有温度。其实我们就以身作则，所以我也率先把
硬邦邦的政治性的服务处，把它变装成一个人文音乐的一个场所。然后呢，我觉得我们是公众人物，我们应该有这个责任跟义务去推动，然后去身体力行，然后带动更多的朋友去接触音乐跟这个人文哈。那我觉得，那这个城市是变得更不一样，这是我们台南跟其他都不一样的一个地方。10月30号的演出现场来了真侪市民贵宾做伙看表演，将艺文空间坐甲满满。立委陈廷辉同款嘛伫现场听歌，伊表示：一开始看伊吼，把服务处转型变成人文艺术音乐空间哈，我们都觉得他怎么敢做这样的尝试？但是没有想到说一次一次人越来越多，然后呢，越多的我们音乐家还有我们的艺术家共同来响应，那甚至也把这些经费，然后变成了可以协助更多弱势的人。我相信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以后我想也给每一个民意代表改变一下想法。其实服务处不会再是硬邦邦的，而是可以用人文、艺术、音乐把它很丰富化。台南市原创专服务处为伫咧东区庄明路111号服务处的人文音乐艺术空间，会无定期邀请艺术家、音乐团体、文学作者来做分享。市原创专欢迎市民大众踊跃前来，感受人文艺术再来正能量。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电机系查某学生较少，相对的创业的阁较少。不过，白手起家安捷光电科技董事长王怡平12年前就读成大研究所的期间，就勇敢创业做 LED 灯，靠着研发技术的突破，顺利向德国、日本接到订单，第一档的营业额就冲破1000万。37岁王一平原本大学是读商科，后来发觉对工科有兴趣，才转读成大电机研究所。伫台湾当时 LED 都起步，看到市场的前景，甘愿放弃研发部门1个月55000的薪水，勇敢走上创业。初期一面上课做实验、写论文，也搁爱研发设计电具，甚至前往德国、日本餐店接订单。虽然辛苦，不过第一档的创下破1000万的业绩。电机的话，相对的是比较有前景的一个行业。对啊，那不管是就是收入也相对的稳定，那可以随着时间的累积，然后你的收入也随之增加。觉得创业过程中应该还是要专注自己的本业，然后强调就是自己的研发能力。经过创业初期各种的挑战，王一平近年来经研发高冠一级的 LED 加雷射医疗器材设备，并且投资厂房。目前外销版图已经扩大到10几个国家。人讲生意行歹生，不过伊靠着强烈的企图心加掌握好时机，嘛才有法度造就成功的事业。台南新闻军及采访报道。宜园路群合媒合企业甲台北吉林扶轮社、台南安南扶轮社关整7套助听器，予台南市的听力障碍学生。受证典礼，市长黄伟哲嘛特别到场表达感谢。29号下晡，伫咧议会的小型会议室举办助听器的关整仪式。伫台南市园路群合的媒合之下，台北吉林扶轮社、台南安南扶轮社，佮有汉语兴业有限公司关整本市听力障碍学生7套助听器，希望会当互这囡仔会当听到世界声音，同时嘛会当帮助因伫咧课业学习上更方便，嘛帮助因有更甲同学之间的距离。特别借着卢坤福议员能够这个媒合我们汉语兴业，还有我们
这个国际扶轮3481地区台北扶轮社，还有安南3470地区安南扶轮社，还有3470地区第2分区所有的这个扶轮社友，还有行动学习科技公司能够帮忙我们台南市这个听障的这个市民朋友们，能够给他们一个像天使一样的礼物，就是助听器，能够让他们听见外面的天使的声音有时候在落后的当下，也没有办法去争取的时候，因为建会委主完中是优函，刚好一个机缘的关系我们那个扶轮社是赞助整个台湾的，首先的第一步就在台南，所以是了，咱做有福气的，你敢知？咱台南市是最早提供给我们这些小孩子的，嘛希望讲16个持续申请不是讲在这里，我也向我们台南市的一些老人也向你们申诉一下，老人嘛最需要的呢，是了，老人因为听不到有时候在生活上就是不方便，那耳后会造成他失忆，因为都无个人对话嘛，就自己静下来嘛。台南市政府对本市的特殊教育学生一直以来拢非常的重视。市长惠特嘛特别安排时间，甲教育局的主任秘书杨志雄做伙来到现场，表达对关键者的感谢，并颁发感谢状，感谢议员甲先进企业，各有扶轮社的热心关注，让囡仔会当更方便来学习甲沟通。确实就是可以在学习上很好。我记得上次帮伟成来的时候，妈妈还有带他的成绩单来，那进步很多。我觉得看到这样，我就觉得他确实就是我们帮助到他，让他在学习上可以跟一般的小朋友都是相同的。小孩往往他就被忽视，那也影响到他的正常的受教的成效。那今天由我们台北福海扶轮社社长他所发动的捐助一个弱势小孩他听障的一个活动，那就是希望社会各界能够重视这一群听障受损的一个小孩。有这个机会受邀参加助听器的捐赠的记者会，在这看到做这样的先进加有老朋友，感到了十分的亲切加欢喜扶轮社是一个以服务为宗旨的国际性的公益社团而在那个血统教育方面的帮助一直都是扶轮的服务重点之一。另外，议员嘛呼吁市长佮在场的贵宾，除了帮忙学生以外，嘛会当帮忙台南的老长辈，替有需要的老长辈争取助听器，互伊嘛会当定定来甲人开讲，甲生活过了更快乐。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1月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全，咱再会。